我们世界各地的莲友，我们正国寺的常住法师，各位居士大德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今天很高兴啊，我们利用今天一大早给各位介绍这一章印光大师所开示的道理。他不是普通的大师，非常了不起，非常杰出。他闭关了30年了，而且在普陀山的华仪寺，他那个闭关房我都有进去参拜过。那里面呢空荡荡的，只有一张床，然后呢就是有几本书、几个墨宝写在上面。所以可见呢，印光大师本身呢是省吃俭用，是非常节俭的一位修行人，而且他往生了以后，烧出8000多颗的舍利，后来才了解到，原来他是大势至菩萨，乘愿再来人间，要广度十方一切众生的。所以他的悲愿有大慈大悲、大愿大利，有这种弘法的道心，而且他那种悲悯心啊，菩萨的心肠啊，太强烈了，使我们感动，我们非常敬佩他。他讲了一句话，你看，仗自利者名通途法门，仗自利者靠自己的力量要断除你的习气，改变你不好的那些观念，你靠你自己就叫自利。你要修戒定慧，要断贪嗔痴，必须要做得干干净净，丝毫不能留存的，做得很彻底，把这些不好的生活习惯、不好的邪知邪见的观念呢，要彻底改变。你能完全做到，叫做通途法门，也就是一般的修行方法。仗佛力者，我们另外还有一条路，就靠佛力，佛的慈悲愿力来救度，这个叫做特别法门，是很特别的，不是你自己的力量能做得到的，是完全仰仗佛的慈悲名号的救度。如果你相信，不要怀疑，那么一心的持念精进不会退转。如果你能做到，那么佛绝对救度你，这个叫做特别法门。有之敛气自利，注重佛力，即沙钵祭足惑业的含事，现身同乎廉耻。这句话太重要了，跟我们众生息息相关。他告诉我们，自利法门跟佛力的修行方法，这2种方法你必须要怎么做才对的呢？现在末法年代的凡夫众生，你应该要选择对你最有利的，而且最有保障的，肯定不会堕落的，一定能成就的方法。那么他就告诉我们，有这2种方法当中，你要敛气自利，就把它拔掉啊，把它切断，要切得干干净净的，丝毫都不能有留存。自己认为靠自己的力量，这种人还认为说自己还不错，还行，还可以，他靠自己的能耐，他可能就有资格去成就。这样一个想法的人，这个想法你要把它敛掉，把它切断了，不要有这种观念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自利，坦白讲，你一定有共高我慢。我们呢认为自己还行啊，了不起，自己做人呢，我想我也没有什么做太大的坏事，但是这些东西都无足以达成你往生西方的条件，这个都不够资格。因为我们在临命终的时候，那种考验太强了。你看冤亲债主的魔障、病魔的魔障，还有死魔的那种业障，还有五阴炽盛魔对世间的留念，这种贪念我们割舍不了的，这一种五阴炽盛的魔障会出现，再加上天魔控制这些魔子魔孙啊，他认为说他们都听我使唤，我叫你去贪啊，去嗔恨啊，去邪恶啊，你去做坏事啊，天魔很高兴，他可以控制你。但是如果说你有一天突然间去成就了，你去解脱了，天魔呢他就少了一个魔子魔孙，他会害怕。所以各位，在我们临命中面对的生死这种关卡非常重要的时刻里面，有很多考验会出现。你虽然有一点，比如说我有一点学问，可能我有一点社会地位，可能我有一些财富，但是这个完全没有保障，对你生死没有一种保障，使不上力的。所以我们要了解有没有敛气自利，要注重佛力，全心全意的，我们要把整个心移到佛的救度上面，佛的慈悲愿力上面。我们知道，我们只要一念佛，佛就永远不舍弃你，给你希望，给你带来方便，给你带来依靠。
所以你看，他说，你如果注重佛力，即沙婆记住惑业这喊事。沙婆这个人世间，我们完全记住惑业，惑业就烦恼的罪业啊，我们烦恼一大堆啊，造无量无边的罪业啊，贪嗔痴、骄慢啊、怀疑心啊，这种烦恼跟别人之间的冲突摩擦，我们从来都耿耿于怀，这些我们已经都记住了，都不欠缺了。你与生俱来的，你本来就习气很重的人，含事就是众生。我们希望在娑婆世界，全身都充满着烦恼这种罪业的众生，现身当中能够同赴莲池，在此生此世能够发愿往生西方莲池，能够花开见佛，这个是印光大师最大的期待，对我们最大的盼望。他鼓励我们众生啊，你要注重佛力啊，不要靠你自己的力量，你是单薄的，是脆弱的，你是完全没有力的，知道吗？你有力量，你能够随心所欲，能够切断，我不要贪，不要恨，你能做到。他说你有力，但是我们学不来吧。今天讲，明天忘记了。我们是属于这种业障很重的人，我们的习气是很深的人，所以我们不要靠自己的力量，完全把心思投入。我只要深深的相信，我愿意好好遵照佛的本愿，念他的名号，他一定救度。绝对永远不放弃我们这种凡夫众生。这一下子我们有个依靠了，有一个慈爱的父亲，随时都在关照着我们所有的凡夫众生。他普照什么人呢？念佛的人。只要你肯念佛，顺他的愿，他就救度你，永远都不放弃。这是印光大师这么苦口婆心的、用心良苦的来告诉我们所有末法的众生，你要谨记在心，一定要注意这一点，好好的念佛。你不要说我要搞个什么神通了，我有什么特别大的本事了，这些东西都没有办法了断生死，不能够解脱生死。所以我们只有念佛，我们发愿到西方，一到了西方，你一定成就，最后一定成佛。这个是佛最大的期待，也就是印光大师对我们最大的盼望。以上这一章师父简单这么解释给大家听，希望我们同时来勉励，好好的念佛，不要让祖师大德对我们失望，对不对啊？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